這個開發區總面積大概有4公頃。那麼重劃之後呢，我們可以取得2.6公頃的住宅區跟醫療專用區的可建築用地。那另外還有1.4公頃呢，就是我們的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兼滯洪池、廣場、停車場，還有道路用地。這個工區在開發前，它原本都是雜木，還有荒廢的土地，還有奇美醫院既有的一個停車場。那土地呈現一個低度利用。那麼在我們經過市地重劃的一個工程的整治之後呢，我們解決了地下廢棄物的問題。那同時呢，在重劃的施工期間，也確保醫院的停車需求不能中斷。那另外呢，為了避免打擾醫院病患的休息，我們也跟奇美醫院密切的合作，協調工序，把這個噪音跟揚塵還有停車的困擾降到最低。那麼施工完成之後呢，我們這個公園兼滯洪池可以解決當地淹水的問題，可以有3400多立方的一個蓄水量。那另外公園用地呢，也留下一塊這個活動中心的預定地，讓永康區公所來建設里的活動中心。那全區呢也移植了53棵區內的一個喬木確保這邊的樹木呢可以符合永續的存在。完成之後呢，我們希望造成多贏的局面，也就是說醫院可以有更好的醫療專區來照顧病患跟家屬。那麼當地的社區也有休憩的公園跟活動中心的使用，還有呢整個的地區也排除了低度利用，讓這個地區的發展更加的繁榮。很高興經過14年的期待與努力，在市政府的支持底下，我們六甲頂醫療園區終於完工，再來會進行配地的程序。那麼我們取得土地以後，我們要興建新的醫療大樓，讓我們奇美醫學中心在永康、在台南提供的醫療能夠更上層樓。那麼我們這一次醫療專業區總共取得12500平方米的面積，預計可以蓋的建築面積有7萬平方米。相信取得這樣子的一個土地，那我們會來進行醫療更上層樓、舊大樓的翻新以及新功能的引進。感謝市政府的協助，那我們也期待有這個新的土地以後，改善民眾停車的狀況。時間的進程哦，本是基比的90%的這個停車場在這裡。時間內底吼，時間單位吼做得非常的好吼，但這個阮停車位用法非常的好哦。上較讚的就是講吼，阮只有去這個公內底有樓底活動中心，阮家庭裡面上較大期待就是講，阮有這個所在當去活動中心，這是阮裡面上大的福氣啊！會當二樓一定有一個活動中心起好，就是佫再較更加健全、更加好。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的這個土地市地重劃哈，總共高達4公頃多。那雖然面積不是很大啊，金額牽涉到1億多，但是因為由於它是在現在正在運作的醫療園區裡面，所以說等於是穿了西裝改西裝，對於民眾以及醫療品質，還有周邊的交通的衝擊要降到最低，所以工程期間難免會有點長。但是呢，終究這個好事多磨，終於磨成繡花針了哈，可以讓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可以完工，所有台南市民獲得了一座公園，獲得一個活動中心，獲得的道路用地，然後那個醫療集團他也獲得他想要用的醫療用地，因此呢，可以說是創造多贏的局面。將來呢，我們會盡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把多功能的活動中心動工，在明年希望上半年就能動工，能夠讓周邊的民眾有更好的活動空間。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1月21日禮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
國際豪華觀光郵輪海洋富士號21號頭擺停佇咧台南安平上港，替台南郵輪觀光擱添新動能。市長黃偉綽日頭早就親臨安平港碼頭，迎接來訪的539位國際旅客以及專員。同時，致敬禮品推廣台南優質伴手禮，推廣台南觀光遊艇。為迎接國際旅客到訪，市府觀光旅遊局特別安排具有台南傳統文化特色的藝陣表演，迎接貴賓。現場氣氛熱烈，吸引不少的旅客來翕相留念。這屆海洋富士號的旅客主要以日本和歐美為主，屬於高端的旅遊族群。有不少日本旅客是頭一屆來台灣，這屆在台灣只停留高雄、台南、甲在基隆。雖然在台南只停一暗，但市府也是期待透過完善的市區觀光安排，要讓旅客體驗台南和日本歷史連結的城市風貌。來自日本的三井海洋富士號來到安平港，那中間有相當多的這個遊客要來台南市區觀光，我們將會引導這些來自日本的貴客，能夠來到台南飽覽我們府城的風光，尤其最北還要拉到南鯤鯓太天府，那這個是高價團、高端團，所以說很多日本的民眾有些是第一次來到台灣，那在高雄、台南跟基隆分別停留，那我們也希望說這些來自日本的貴客能夠體驗我們台南的民眾的文化，雖然只停留1個晚上，但是他們的市區觀光，尤其台南有很多日本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建設，我們都很歡迎日本的觀光客來體驗。市長除了親自致敬農特產的果乾，甲着觀光的作業，另外嘛向着國際旅客來推廣台南優質的伴手禮，甲着經典的觀光遊艇，讓到訪的旅客會用個展開半日或者是全日的旅程，深入探索台南的歷史文化，甲着城市的魅力。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20號台南高飛街疑似因為地下水管破去，致使路邊破空，才拄灌漿補好。21號佇港捷路段，閣再度出現大面積的空，一台沙石仔車後輪當場落落去。公務局懷疑是工地連線壁的滲漏，要求營造廠商先停工之外，嘛將依法開罰9萬塊。一台沙石仔車車身處處倒手柄的鏈仔落落去空內底。台南市中西區高飛街外西門路口，20號下晡才出現長7公尺、深2.5公尺的空。公務局緊急灌漿補救，想袂到21號透早閣有新的空。要進來做保姆要下去了，真的很傻眼啊！我想說，心裡想說，我已經沒有辦法做生意了，然後現在又搞這一趟。公務局初步判定20號疑似是水公司佇地下水管破去，造成地基防透空。新的坑疑似是工地連線壁的滲漏。今天的道路坑洞呢，是昨天掃描到托雷達訊息有異常的範圍哦。那托雷達成果還沒有全部會診完成，但是今天廠商為了要盡快恢復交通及善後，他繼續製作的時候重壓造成今天的坑洞造成的，疑似。這個問題點原因應該是疑似工地連續壁的滲漏，已要求工地先止漏這個連續壁的滲漏部分。目前營造廠商已經先暫停工程，全面緊急處理塗骹部分，嘛防以違反建築法第63條規定罰9萬塊。要毋過根據着了解，這已經是2棟內底第4個坑。即在攏愛裝烏裝囤啊，這該處理你也毋甲對，哎，即擺。落遮補遮，安尼就毋對啊！市府公務局水利局佇現場隨時監控，除了對周邊主體持續進行檢測、灌漿穩定地基，確保居民安全。同時趕緊釐清是地下管線問題，也是施工行為不當。後續將看調查結果，嚴格要求相關責任單位負起修復甲賠償責任。台南新聞社採訪報道。
為了加強地方基層的醫療服務，甲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台南市佇中央的支持，開2.6億，甲原本舊果菜市場的用地轉型做生活衛生所甲衛護園區。21號正式動土，預計2027年底完工，嘛象徵生活的公共建設邁入新的里程碑。為了活化這片新化舊果菜市場的都市計劃市場用地，台南市政府結合衛生、社會、民政等單位，將打造為有新化衛生所、有日照中心、有多功能生活館、活動中心等複合式的衛生福利園區。21號上午，佇龍山甲樂谷的熱烈座陣，市長委託親自出席動土典禮，甲衛生福利部國建署、地方民代等鄉親共同來見證新化公共建設邁入新的里程碑。第一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第二場，中央呢也很給力啊，這個總共補助了1億5千萬，大大減輕了地方的負擔。也幸好這個時候，我們及時的要到經費，要不然如果依照今年度的總預算來講，第一個總預算立法院又沒審查，連審查都沒審查；第二個，未來由於統籌分配稅款，中央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的問題，導致中央對地方的補助大大減少。那今這個新化衛福園區可以說是關門最後一班車，我們及時上了車，那所以說來得及補助。就像市長所講，市府看準時機向中央爭取1億5千萬，總經費2億6千萬的建設，也無後續興建的真困難。希望結合醫療、照顧甲社會支持的全年齡服務體系，進一步帶動地方發展。可以一次到這裡來呢，就得到多項的一個服務，所以將來我們這個在我們一般的健康族群，希望能夠讓孩子來這裡打疫苗，也可以來這裡呢參加親子悠遊館的這個遊戲活動。那同時，我們的老人家也可以在我們的多功能活動中心呢，在地化的一個安老哈。那所以我想，這個園區對我們的這個地方的居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突破。開工天地動土以後，預計2027年的完工啟用，展現市府守護市民健康的決心。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隨着春節腳步愈來愈近，大家落雨松嘛開始轉紅。為了迎接2026落雨松季，六甲區公所今年特別邀請台南超人氣吉祥物紅阿鳥來進駐。2026六甲落雨松季雖然目前也未正式開幕，不過主辦單位六甲區公所已經將台南超人氣的吉祥物紅阿鳥請到現場。搭配着落雨松公仔做伙，成功吸引遊客目光。有公仔的話是會可以拍照，所以說會更有一個記憶點。對，很可愛啊，公仔很可愛，規劃得很好。規劃很好。風景呢？我覺得那個花跟落雨松配在一起蠻特別的。對，很少看到那個紫色的花跟落雨松配在一起這樣。其實六甲落雨松林過去只是地方秘境。這幾檔經過市府大力宣傳後，漸漸拍響知名度，不少外地遊客攏會專工前來翕相記錄。今年的六甲落雨松季將在31日登場，六甲區公所歡迎大家做伙來欣賞。這幾年我們的市長黃偉哲市長在大力支持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全國一個知名的觀光景點在這些落雨松裡面，總共有2000多棵，2000多，它分布的範圍也很廣，大約有11個區啦現在也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我們的落雨松已經漸漸在紅了有紅有綠慢慢的很漂亮所以我們在下個禮拜6，也就是1月31，會來舉辦一個開幕的活動，也就是說要告訴大家說，我們的落雨松已經開始紅了也歡迎大家。除了落雨松，公所今年也在松林周邊種了波斯菊、紅蕎麥等花草，浪漫花海加上落雨松美景，男女老幼攏喜意。我們為了這個增加這個喜氣的氣氛我們也有在這個落雨松的周遭也有種了很多的一個花海花海
花海目前這個波斯菊波斯菊還有我們的紅蕎麥現在都盛開了，後續會有太陽馬還有油菜花也會陸續的盛開也歡迎大家一起來我們六甲來參觀這個落羽松，欣賞這個美景。公司表示，六甲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小鎮，擁有豐富歷史文化底蘊，歡迎大家帶着航鳥腳步，做伙來六甲過一個上文藝氣息的新年。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天氣愈來愈冷，也毋過社會有溫暖。永康區三峽里舉辦愛心便當發送活動，結合仁安基金會以及里來志工，做伙甲燒燙燙的食物親自送到里來每一戶清寒家庭手頭。1月20大寒是一冬內底上寒冷的節氣，象徵冬去春來，希望到來。仁安基金會永康平安站特別選擇了這一天，攜手永康區三和里，佇咧里來舉辦愛心便當送愛到清寒家庭活動，將一份份燒燙燙的餐點甲關懷，親自送到寒水手中，溫暖綠色族群。跟仁安基金會搭配的對象是三和里的低收戶，還有弱勢家庭，還有一些邊緣戶，他平常時間他收不到很多的資源的時候，那三和里是一個老社區，老人家特別多，甚至很多是臥床在家的，所以他們不方便出門，所以我們把這次機會呢，把送溫暖送到他們家裡面去給他們，也希望大家都平時多關心左右鄰居。大家給多打聲招呼，多一點點關懷。為期1個月的時間，會在永康各里進行巡迴，然後發送愛心便當的活動，然後希望各界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永康平安站。那我們韓式尾牙吃飽30也在現在正在開跑中。那預定就是2月2號會開始發放年菜。那希望各界也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韓式尾牙吃飽30，幫助這些清寒家庭、單親媽媽、清寒學子以及無家可歸的街友。立委陳廷輝服務處、立委社農界服務處以及議員林彥祖、朱正軒服務處也攏派員協助送餐，行動力挺這類活動。仁安基金會目前也當佇咧推動第36屆韓式吃飽30公益活動，會佇咧農曆年前將各界希望之光送到韓氏手中。因也希望有更多有愛心的朋友加入，讓愛甲溫暖延續到每一個角落。三和里愛心送團。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大唐中寧酒店每禮拜3鼓勵大家食美食做公益的行動，已經邁入第19冬。今年頂半年將支持鼓勵和和身心關懷協會所幫助的精神障礙者，期待透過因專業的陪伴甲護員，會當互因量早加入社會。在大唐中央酒店所呈現的優惠創作，攏是來自鼓勵和和身心關懷協會所幫助的精神障礙者。協會除了期待一步一步擺脫社會對因負面的刻板印象，更進一步會當加入人群，打造咱攏共款的共融社會。根據了解，大唐中央酒店舉辦13公益日已經邁入第19冬。從新的一冬開始，因佇頂半年選擇要來幫助精神障礙者加入人群，讓大家吃好料，可以當做愛心。在去年下半年呢，2025年呢，我們跟台南市的關懷照顧協會合作，那總共募集了18萬的經費。那遲而繼續的，我們在2026年呢，也會跟我們鼓勵和合作。那我們希望呢，在每個週3公益日的時候，歡迎大家來台糖長榮酒店用餐。那只要捐出小小的50塊，能夠照顧這些弱勢的團體。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呢，能夠發揮善心，我們拋磚引玉，希望來協助台南所有的弱勢團體。將使用這樣子的一個善款呢，用在我們的誤打誤撞的一個補助團隊，然後還有我們的
逢場作戲的一個小劇團。那也歡迎大家就是在週3的時候一起到台糖長榮酒店來享用美食，然後一起做公益。93公益日除了成為企業的品牌，愛心行動更是持續傳承。在參照聖經所講，做佇上世人身上，就是成就上帝祝福。社會局長嘛特別出席，肯定企業丟無善款，支持無共形態社會福利團體。真歡喜，這個精神，安尼一步一步安尼行落去。一切的支持都代表我們自己心中覺得這些值得我們走下去，也代表我們足夠的力量，手牽起來走得會更遠啊。對今仔開始到6月30號，只要民眾到飯店自助餐觀看50塊，就當享有原價727的用餐優惠，做回來行公益，鼓勵你好好。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憂鬱是需要長期面對的慢性神經疾病，對長期發作藥物控制效果無好的患者，逐工攏充滿挑戰。即馬有一種迷走神經刺激術，提供患者治療的新選擇。根據統計，台灣癲癇的盛行率大約是0.5%到7%，推估全台大約有120萬的癲癇患者，其中有3至5萬人是屬於藥物頑固性的癲癇，也就是試過2種以上第一線抗癲癇藥物以後，也是無法度有效來控制發作。新台病院外科部醫師李博軒就表示，透過迷走神經的刺激術，會用提供藥物頑固性癲癇無同的治療方式。頑固性癲癇指的是在藥物或是其他的治療都沒有辦法很好的控制癲癇的情況下，那這些病人沒有辦法得到好的生活品質的時候，我們會嘗試用不同的治療手段。那迷走神經刺激器是一個相對安全而且有效的治療方案。迷走神經刺激器目前是一個相對後線的治療，意思是我們都會先把前面的治療嘗試過。那一般來說，優先會處理的還是手術切除。就是如果今天這個病人可以手術切除，他不應該接受迷走神經刺激。但是當這些治療都沒有辦法得到好的效果的時候，這是一個挽救型的治療，就是盡量改善他的生活品質。但是他沒有辦法真的針對於這個癲癇本身去治癒它。醫師強調，迷走神經刺激術的原理是在患者倒邊的阿媽棍進入去電極，透過微量的電流來刺激迷走神經，將信號回傳，並且投射到大腦各區域，進一步來干擾癲癇放電的產生，降低發作的頻率，甲着減輕嚴重度。目前這項的手術已在部分有納入健保的給付，唔定會用提升治療的可行性。嘛會用大幅度來減輕家庭的醫療負擔。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高雄有一位78歲阿嬤，逐工騎着家己的三輪車，佇外口做家頭模服務，計小只要50塊。從自家三輪車拿出自備板凳，為客人圍上理髮圍巾。78歲的蔡明英阿嬤熟練地為客人修剪頭髮，不管是用電動理髮器推高、側邊修剪，或是耳旁髮線細修，到最後用剪刀為髮型修出層次，一樣輕鬆上手，精準作業，毫無閃失。而且到府剪髮只要50元，顧客阿嬤都說太便宜。50塊把它夾得水啊！50塊是傷俗啊，真無遮俗啊啦！哎呀，這假髮門上貴的、上俗的嘛，100塊，50塊啦，有夠俗的啦。50塊實在是我拿不出手來了。我到外面150塊，那個老闆娘跟我三兩下就給我解決了，還要被他們念一念。蔡明英阿嬤13歲拜師學剪髮，已有60年的資歷。一個髮型從開始到完整，大約是15到20分鐘，被剪過的都是好評。慢工出細活，我在旁邊看他前面那一位哈，我就覺得他做事情非常的
非常的好。三輪車上有各式剪髮配備，噴瓶、痱子粉、剪刀應有盡有。阿嬷雖然可以在租屋處為客人理髮，但因為許多年長者行動不便，因此10年前開始騎三輪車外送剪髮服務。她說，她能動就服務不方便的老顧客。伊徛較遠嘛，徛去公啊，徛去公園啊，徛去人咧家內，伊真骨力徛。大家年紀若較濟，行路攏是無方便。所以我來到因兜，伊嘛免過安尼走。當行我就會當安尼，唔知大家快樂就是我的快樂啊。阿嬷因為家庭變故，需要自付房租與生活費，因此78歲還不能退休。里長也曾勸阿嬷漲價，但她說能生活下去，她就很知足。我建議她要漲價，她還是堅持。她說歡喜做。甘願收，然後就是用那個跟大家結緣的方式啦，就是用50塊，然後順便交個朋友這樣。會當做收費就袂歹啊，大家對我的愛心啊，我向大家感恩。在物價飛漲的時代，楠梓區還有沒有漲價的手藝，不追求高價，見證老一輩手藝人的溫暖與人情味。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21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春懷，咱再會。流感、新冠都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起来做啦！你这个唔是我对上死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原來是夢，阮查某孫攏講哦，伊家人時陣叫我愛牽伊去行地毯。準備好。好，行。所料要先一解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什麼很賺？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20%。他可能跟別人買了投資報酬率高的理財產品，報酬率高，風險也會很高哦。我只是想領個錢給我的家人，你有需要問這麼多嗎？即使是家人推薦啊，也要考慮產品適不適合自己。購買理財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資前需了解商品預期風險損失，小心金融剝削。保定，準備好亂票大檔了嗎 ？Let's go！ 沈大哥，等等。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115年起，駕照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哦。換照時不只要體格檢查，75歲時還要做認知功能測驗，還免費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規教育訓練。提早70來換照，多多數在啪啪照。今天我載你。OK， 政策上路之後記得去換照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
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